今日呢段經文係耶穌對門徒講傳教使命嘅總結。呢段說話既有好多應許，同時對信仰嘅要求都好高，講緊放手先至可以飛得更高嘅智慧。但大家可能聽到入面嘅用詞，會覺得有啲刺耳，甚至唔係咁容易接受。但係不如我哋一齊靜落嚟聽下，睇下背後到底藏住咩心意啦。那時耶穌說：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愛我，就不配屬於我；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愛我，也不配屬於我；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，也不配屬於我；誰找到自己的生命，必會喪失生命，但誰為了我的緣故而喪失自己的生命，必會找到生命。誰接待你們，就是接待我；誰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派遣我來的一位。誰因為認可先知的名而接待一個先知，必會得到先知的賞報。誰因為認可義人的名而接待一個義人，必會得到義人的賞報。誰因為認可門徒的名而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喝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決不會失掉他的賞報。聽完之後，如果你心裏面有啲疑惑，呢個係好正常嘅。經文有句聽落好似好矛盾嘅說話：誰為他喪失性命，必獲得；誰想把握性命，反會喪失。究竟點解喪失反而會帶嚟獲得呢？其實我哋現代人最叻就係找緊啲嘢，好似時間、機會、樓房，甚至係對其他人嘅控制權。我哋以為揸得越緊就越安全，但耶穌就提醒我哋，揸得越緊，生命反而會愈覺得窒息。大家不妨諗下，一隻毛蟲如果因為驚佢永遠縮喺塊葉上面，唔肯入繭去經歷嗰段好似死亡一樣嘅黑暗，咁佢一世都只係一隻喺地下爬嘅昆蟲。唯有放棄舊有嘅形態，佢先可以破繭成蝶，展翅高飛。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，為耶穌喪失生命，其實就係學識放低嗰個固執嘅舊我。試下想象，當同事犯錯嘅時候，你本來可以踩多一腳去突顯自己好叻，但係如果你選擇用愛去對待，願意幫手執手尾，你表面睇好似喪失咗威風嘅機會，但其實你獲得咗一個真心朋友，仲活出咗基督嘅愛。又例如兩公婆嘈交，你本來可以鬧到對方啞口無言，但如果你肯為耶穌喪失面子，吞啖氣，主動道歉，你雖然喪失咗一時嘅威風，但係就獲得咗一段更深厚、更穩固嘅關係。跟隨耶穌唔係一份包賺嘅保險，而係一場需要勇氣嘅冒險。天主唔係要榨乾我哋，而係希望我哋學識放手。就好似毛蟲一定要離開熟悉嘅葉子，鬆開對世俗執着同面子嘅緊握，先可以突破生命嘅繭，蛻變成喺天主眼中自由飛翔嘅蝴蝶。希望我哋都可以有呢份勇氣喺生活入面，好似輸咗俾呢個世界，但喺耶穌嘅角度入面，我哋其實係真正咁贏咗出嚟嘅，啱嘛？